大家好，我係 QTV 節目主持人黎子朗。我係布偉喬，歡迎翻到嚟認識新老師嘅節目。上集介紹嘅4位新老師已經收到唔同同學嘅期待。嗱，咁我哋就繼續開始啦，介紹埋剩低4位新老師，準備好未呢？我哋即刻開始啦 ，Let's go！ 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今年嘅新老師，我係韋彩彤，大家可以叫我做 Miss 韋或者韋老師都可以嘅。咁我嚟緊呢就會任教中4級嘅生物科啦，咁同埋 1A 仲有 1D 班嘅科學科同埋 STEAM 嘅。咁作為一個科學科嘅老師啦，咁我諗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咧，就係而家嘅世界咧係不停咁樣轉變嘅，每日咧都會有啲新嘅事物啦。咁所以我希望無論係自己又好或者同學都好咧，咁都係 keep 住去學一啲新嘅事物啦。咁除咗係去適應呢個世界嘅轉變之外咧，咁亦都係令到自己可以茁壯咁樣成長嘅。咁另外就係除咗學科之外啦，咁我亦都會係負責羽毛球隊啦，同埋跳繩隊，仲有觀鳥等等嘅活動嘅。咁所以相信雖然可能有啲同學冇俾我任教啦，咁但係都會有機會遇到我嘅。咁另外就係喺空閒嘅時間，咁咧我就中意去行山啦，咁同埋或者去海邊嘅。咁因為去到一啲接觸到大自然嘅地方咧，可以令到我放鬆到心情啦，咁同埋亦都可以觀察到一啲有趣嘅小動物啦，同埋植物嘅。咁另外我本身喺屋企咧都有養一啲嘅小動物啦，咁我有一隻嘅貓貓啦，咁同埋我亦都有養4隻嘅手工啦，咁同埋就係1隻嘅鬆獅蜥。咁所以如果對爬蟲類有興趣嘅同學，咁都歡迎係同我傾下偈啦，交流下嘅。咁另外就係我平時都好中意做運動嘅。咁其實剛才有提過嘅羽毛球同埋跳繩咧，都係我中學時期有參與過嘅運動啦。咁另外雖然可能外表睇唔出啦，咁其實咧我係中意打籃球 rugby 嘅。咁因為我都中意一啲刺激嘅運動啦。咁所以如果有中意運動嘅同學，咁都可以同我係傾下偈、交流下，甚至乎係喺師生大比拼嘅時候一齊去切磋下啦。咁希望喺嚟緊嘅學年，我可以認識到好多唔同嘅同學啦。咁亦都希望可以陪伴到你哋一齊去成長。咁期望喺校園嗰度遇到大家嘅。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叫張天賦，咁就應該聽過我個名，咁但係我係邊個就左邊個位 ，OK， 左邊嘅。好啦，咁就我係一位都比較偏向文科嘅理科人啦 ，OK， 咁就平時係一言不發，但係就會一本正經咁胡說八道。好啦，咁就都幾多唔同嘅玩法啦，咁就上掂天文，下接地板，左改文學，右講科學。咁呢個地板即係材料學嗰邊啦 ，OK， 好啦，咁就文人方面啦，咁我就會改寫歌詞同埋唐詩啦，係啦。咁至於理科人嘅方面咧，咁就嚟自於我個名啦，咁就一個天體嘅名啦，然之後都會俾大家去運用呢啲咁嘅元素表嘅，係啦。咁上我堂嘅人咧，如果你唔識用元素表嘅話，都相當之大鑊嘅。咁因為我係教化學科啦，好啦，咁就動人係啦，咁就我就唔係好動人嘅啫。咁我就而家主要係乒乓波為主啦。咁其他2本運動咧就之前玩過，而家就比較少啦。好啦，至於你哋最關心嘅問題咧，我嘅首本名曲叫4分33秒，咁歌詞就放咗喺度啦。咁就我可以用任何樂器同埋聲調啦，即係你想要乜嘢 major minor 我都做到嘅。咁其他歌咧就唔好抱有任何幻想啦。OK， 好啦，咁就係咁啦，咁就一路同大家接觸，會認識更多啦。各位醫中嘅同學仔，大家好啊！我係高俊浩老師，大家可以叫佢做高 Sir。好榮幸今年可以加入到醫中呢個大家庭啦。來年我會負責2D 班嘅班主任，同埋有機會嘅話咧，就會教到同學仔嘅地理、公經社科同埋中4科嘅地理都係我教嘅。咁但係如果平時除咗上堂嘅時間見到我之外咧，如果你其他時間見到我咧，你要小心啲啦。咁之後你就發覺點解啦。咁唔知同學仔平時有壓力啊，或者係唔開心嗰陣會點樣做咧？
我自己咧就會約埋我嘅中學同學同埋大學同學一齊去發掘下香港唔同嘅地道小食啊，或者係名勝嘅。例如係我會去，因為我都中意影菲林相㗎啦，所以我會去大美督道踩單車啊，甚至會去遊山玩水，甚至乎大家唔知有冇去過荃灣咧？其實你會發現到荃灣有個特色嘅喎，你係好少行到路面呢個嘅地方嘅。咁如果有時間嘅話，同學仔其實都可以自己去發掘一下香港唔同地區嘅一啲嘅小食，甚至乎一啲嘅名勝等等嘅。咁除咗係行山啊、影相之外咧，其實自己亦都係會，我都知道你哋係有30週年嘅校慶啦，會有呢個嘅 musical。其實自己咧有玩一個嘅戲劇，同埋都有跳過舞㗎，都有跳過中國舞啊，甚至乎係有跳過啲 K-pop 嘅。咁如果同學仔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互相切磋下嘅。Hello， 大家好，我係鄭曉南老師鄭 Sir。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就應該記得我係上年下學期嘅體育科實習老師啦。咁今年咧，除咗教體育科之外咧，仲會教中1同埋中4嘅公社科。咁另外仲有其他唔同嘅身份啦，譬如今年會係3A 班嘅班主任同埋仁愛社嘅其中一位老師啦。咁我自己其實上年咧好深刻有印象睇過仁愛社參加社際排球比賽。我哋仁愛社嘅同學仔都個個好厲害。咁今年如果我有時間咧，大家有唔同嘅運動比賽，我都會到場支持，或者你哋有啲咩活動想邀請我參與嘅，我都冇人歡迎嘅。咁我自己嘅興趣啦，可能一啲足球隊嘅同學都會認識我，我自己係好中意踢波啦。咁我而家逢星期日咧都會參加本地嘅甲組足球聯賽啦。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踢波㗎啦，會踢校隊啊，同大家一樣喺學校同同學一齊去踢波，出去踢一啲學界比賽，又會有一啲機會接觸出面嘅球會啦、籃球會同埋代表香港青年軍出嚟比賽，都係一啲好好嘅經驗。咁希望新一年可以帶到呢啲經驗俾大家啦，喺教學上面有幫助咁樣。咁喺度咧都代我哋體育科去宣傳一下啦。嚟緊咧係希望可以有女子足球隊嘅出現，我哋係計劃中嘅。咁亦都喺新一年嘅課程咧，女仔都會加入足球呢一個項目啦。咁希望到時睇下大家嘅興趣啊，同埋潛質，我哋再慢慢去發掘一啲人才，跟住去組隊出去比賽。咁我哋到時上堂再見啦，各位。8位新老師已經全部亮相啦，我諗同學們已經急不及待咁想同佢哋進行學術交流。記住啦，唔好怕醜啊，主動啲同新老師傾偈，發掘佢哋更有趣嘅一面。新學年大家一齊努力，創造更加多難忘嘅回憶。另外，如果同學中意影相、拍片、影片製作同埋故事創作，嚟緊記得參加 QTV 延展課程。期待喺 QTV 度見到大家，多謝收睇 QTV，我哋下集再見，拜拜。